大家好，你家個 Ivan，今日第七日都係講奧運，講到奧運講到第七日，都唔知講到幾多日，起碼講到5月30日有預約參觀嘅時候，我就可能會講少啲啦。但係呢本攻略非常之正，我建議大家未攞嘅快啲聯絡我即刻親手遞俾你，或者如果你好急好急住睇，可以 WhatsApp 我俾個電子版你去睇。咁呢本書其實好勁嘅。起碼講翻呢個奧運勁咗咩啊？新世界，新世界勁咗咩啊？佢有佢自己嘅品牌，有佢自己嘅風格。講緊啊，叻仔啊！今年內已經話賺咗唔知幾多億啦。咁其實主打嘅3個項目，今年裏邊有呢個大圍站嘅炮裝，嚟緊近九龍塘有一村嘅奧運玫瑰街項目。而且仲有一個叫做奧神黃竹坑站上角嘅物業，咁呢三個物業嘅共通點都係好貴、好貴同埋非常貴嘅。咁其實最重要，今次新世界佢自己都表明立場，表明自己心意就係今次終於唔使再靠港鐵呢個合作發展，今次係全資全權負責發展呢個項目玫瑰街奧運。咁有咩咁勁呢？即係佢唔使諗住人哋做嘛，唔使諗住港鐵做嘛。呢個叫做大圍站啦，一定係有港鐵份啦。呢個黃竹坑站都係一定有港鐵份啦。而玫瑰街個項目係舊區重建，自己用20億去投翻嚟嘅，係用咗一個強拍嘅方式，將一個舊樓裏邊收業權買翻嚟。所以今次係由新世紀新世界佢自己揸莊，即係唔會俾機場蝕咗鑊，即係蝕到攤攤腰，即係蝕咗鑊金嘅，即係嗰個 K11嘅航天城，咁就瓜咗一齊啦，終於唔再關新世界事啦。咁今次呢個全資嘅項目叫做新世界奧運，有咩好勁呢？因為佢全資嘛，咁又唔使睇人面色啦。咁同埋佢將佢嗰個家傳之寶瑰麗酒店嘅品牌放落自己個屋苑度，我相信有今生唔好來世，除非佢再有一次一個全資舊區重建或者收購單一業權，即係好難嘅。今次呢個玫瑰街項目就係講明我新世界揸莊，所以我要用瑰麗酒店呢個品牌，唯一一次，唯一一個係你買得到而唔係齋租到嘅瑰麗酒店嘅品牌，會應用喺一個住宅項目上面。咁佢有咩特別啊？咁佢會有自己獨特嘅設計啦。嚟睇翻呢本攻略書，你睇到睇個立體圖嘛？咁佢講緊啦，有一個6米高嘅露台，仲有一個4米橫、4米直、4米高、7米深嘅一個四方形嘅一個廳，而樓上就2米多少少嘅，即係6米嘛、4米嘛，呢度2米零啦，2米零嘅主人套房。近排我帶啲客呢去睇呢個九龍塘嘅屋仔，或者九龍塘一啲好高級嘅物業啦。咁啊講咗一樣嘢，我覺得係幾叫做整得醒我嘅，就係話原來所有建築佢抄一啲英式嘅風格又好，意大利式嘅風格又好，其實佢抄唔係抄一啲紋理咁簡單。即係如果佢呢樣嘢，佢係做到個比例真係靚嘅。即係你諗下，高4米，橫4米，香港邊度有呢啲咁嘅屋苑啊？邊有咁嘅設計啊？就算有嗰啲都係特色單位，頂層先俾到你4米高、4米橫嘅一個咁嘅廳啦。即係嗰啲係中空樓底啦，或者係高層特色單位，即係非常之喺市場上面嘅少有嘅。第一個講緊標準分層嘅複式，已經俾到你起碼有24間相類約嘅貨源多嘅一個佢標準，即係佢喺人哋叫做特色單位嚟講，佢已經係標準分層嚟噶啦。咁所以佢個 band 啊個品牌係勁到無論啦。即係我相信點樣為之豪宅啊？即係唔係除咗佢嗰個裝修靚，而係講緊嗰樣嘢叫比例。即係佢比例做到俾你呢，佢先要做到一個英式嘅一個
靚嘅一個模仿到一個花園社區嘅一個建築俾你咯。即係如果你住慣香港樓嗰種壓迫感，呢個屋苑絕對係耳目一新。講緊俾到你聽係一個破舊立新，我唔再限死俾呢個港鐵，要個個分層都係相同樓層嘅。我中意自己4米客廳，跟住2米房，跟住再4米嘅客廳，再2米房。總之一層樓有8層，我自己中意個樓層幾高幾高，即係梅花間竹咁樣4米2米4米2米咁起俾你都得，即係變咗新世紀今次自己揸莊，所以佢有好大話事權。咁今次做呢個設計出嚟，包保你係冇得彈啊，冇得彈佢衰喺邊度。總之呢個1605尺嘅單位，我相信示範單位嗰日約定你一齊去睇，你唔約我睇，你自己去睇都好，都一定會嘩嘩聲走翻出嚟。如果你睇完，記得喺我影片呢度俾翻你個意見 comment 我係咪呢個奧運係真係冇介紹錯呢？好，我哋嚟緊5月30號、31號、6月全城淨係留意呢個新世界奧運玫瑰街，打破你對傳統嘅豪宅觀念，拭目以待。好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